行转爱走。无为乃为底排水，娘班为底，水田东昂有乐谱，有神人打鼓，还有人人们跳舞。古老嘅无为啊，风吹过，落雨大天，后生人难得衰木，张块木，粒粒米骨跌天内，弹出满地泥沙，本身都长熟嘅状头，好好嘅湿等、水等、晚等热头时。一切切都头大大，池上嘅太米啊，唔是排水，上来后再等人来停看堂。秋收了，每年10月底，台东县的池上乡放眼望去，尽是金黄沉沉稻穗，美不胜收。这片好景色像是老天爷铺在池上乡的地毯，它让池上名气大增，每年吸引数十万的观光客造访，欣赏它的美景。我们现在手上每个人都拿到一支老鹰风筝，那这个待会你们要把它彩绘像这个样子。那因为画得越像，我们待会把它悬挂在稻田里面的时候，来驱赶野生的鸟类的话，可能会更像，会让它更害怕。小朋友努力为老鹰着色，为的就是下一段放风筝。那一般我们在驱赶这个鸟来我们的稻田危害的时候，其实不是一年常态性的，是我们现在是采收期间，所以就是等着稻米结穗的时候，避免它来吃它，减少我们的产量，所以我们必须要把它驱赶离开。那当采收完之后，这些东西又再收起来，让它再回到它原来它属于它的生态环境了。好，有了，就这样子，看到了吧？现在就会很像真的老鹰在那边飞了，有没有看到？那你们现在看到这个区域主要都是以有机友善在栽种，整个面积大概有10公顷，两边啊。他是魏瑞婷，年纪不到40岁，是池上客家聚落魏家庄人。从大学到博士班学的都是生态农业背景的相关课程，不过他从小就讨厌务农，所以离开池上。直到2009年，因为妈妈生病了，再加上背负卖米的责任，他决定回乡接手家里传了3代的农田。如果你要做市售米贩售的时候，你如果都还是以惯性的为主的话，其实没有办法知道你的独特性。那所以当时就跟家里说，我们当时这块地板就是做有机，所以我们就是一直坚持以有机友善的方式在耕种。那我们的产品就是以友善有机，那品质，然后在这个包装米的市场去走出一条属于我们自己独特的路。回乡务农，魏瑞婷坚持走自己的路，但种植第1年产量不到20%，连成本都不够。他想了很多法子，放老鹰风筝调查生态，慢慢先维持稳定产量。接着他大胆引用时下流行的区块链原理，放布侦测器，直接把自家田的种植资讯公诸于世。它这个全部都是用上传的，所以我们发现它没有电，它吃的是太阳能。对。那它会从 WiFi 再上传上去，这样知道了吧？给你们猜一下，这里有风速、风向、那个温度，那这些基本资料就是可以提供给我们在稻作上，你要不要适合要放什么肥料，你要不要下肥，你要不要放水，这些都是。这台机器就像一个稻田气象站，详细记录着影响稻米生长的环境、气候与土壤，让农民能够减少农灾，增加收入与品质。最重要的是数据完全透明化，做一个市场性的区隔，然后让消费者能够清楚地了解你的稻田里面有什么东西。那我们后来把生态元素加进来，是因为国外的买家他很重视生态，那一般在我们的国内的传统的履历上是看不到你稻田里面有什么东西，只能知道说你种了什么稻米，然后用了什么东西以外，其他东西是看不到。所以我为了要让它更忠实呈现，所以我就把生态的东西全部一起加入到这里面，让所有的人知道说这一块稻田它原本是什么样的环境，那现在我在经营它还是以原来的现貌去维持它这样子。稻
稻田与区块链结合，优点在于无法篡改资料。食品生产履历上链，对于相信区块链的人来说，可以加强信任感，并增加商品价值。另外，魏瑞婷也在稻田旁架设了红外线生态摄影机，随时监控稻田的动物踪迹。那透过这些摄影机的装置，然后资料的收集，目前我们看到有蛮多稀有的保育类动物，像是刚才我跟你提到的就是穿山甲，那还有一些就是那个赏鸟的同好他喜欢拍的翡阳鸡。当时我把它放在脸书上的时候，就有人说哇，要这么近距离拍到翡阳鸡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件事情。然后同时你还能够拍到在空中要飞起来的红尾伯劳。那我们这边最多就是花嘴鸭，那白腹洋鸡、红冠水鸡，这就是基本的。生态履历和区块链仿佛是一块敲门砖，让魏瑞婷的池上有机米打开了销售通路。不仅上架网络平台亚马逊，进攻北美市场，也外销到香港、新加坡、杜拜和阿曼，甚至把池上米直送到梵蒂冈，成为教宗的午餐。区块链其实是因为教宗他在吃的东西是有一个他的教义，就是他有他固定的农场。那其实说你要让他随便乱吃，或者是随便的来路不明的东西，可能会影响到他的一些信仰等等嘛。所以他就跟教宗那时候是一个枢机主教在接见的时候，他就说这个米是有完整的履历，而且它有清真、有区块链履历，忠实呈现稻田里面所有东西是没有受污染的。所以当天中午他就请他的司机把这包米送到他的住所，教宗的住所，就当他说这是来自于一个台湾的温暖，来自台湾的一个爱，那希望能够就是让教宗中午就把它当成午餐把它吃掉这样子。再过不久，这批收割好的稻子就要送往新加坡去。魏瑞婷种的米主打国际行销，获得国内外一致好评。这一点让弟弟魏正祥看在眼里，也决定回乡跟哥哥一起务农。那目前现在在稻田这里的时候，应该是属于入浆的时间。有时候这边已经开始熟了，我看到这压不出来，这已经湿了。但是有时候如果是在下端的话，还压出是乳汁的时候，其实这个时间点还大概要再等1个礼拜到2个礼拜，差不多才采收。最刚开始一定有挫折嘛，像第一次插秧插到后面秧死掉，讲真的挫折感很大啦，因为秧死掉那是一片，而且农民都没死，就偏偏我的死了，是件蛮丢脸的事情啊。然后加上家里的责骂，对啊，到后面是哥哥来重新教我，他帮我插秧，帮我一步一步弄到补秧水的控制，这个没有人教啊。魏瑞婷不藏私，把自己的所学全都传授给弟弟，希望他能够在池上安稳过生活，也想透过自己的故事吸引更多年轻人回到池上来。客家精神就是一般人讲的客家就是刚强硬劲，那我就是坚持固执。我的固执不是错了不认错，错了不会去认错，是我会坚持把每一件事情做。就像我放了鹰楼老鹰风筝，其实该是回乡的时候了，因为你必须要为农村注入一些新的活力，才会让农村整个活起来。农村的活力靠返乡青年在这里扎根。同样在魏家庄还有一对返乡的夫妻，他们将池上米结合民宿与周边产业，进行一场人与土地的对话。嗨，你好，你好。我要办入住。OK， 好。请给我一个有地址的证件。他是郝素清，原本住在台中，是一个室内设计师，现在角色则是民宿的老板娘。我们家不供应瓶装水，所以你要拿这个水壶下来，然后冷水、热水、冰水在这里。好，然后这个东西是滤壁，就是提供盥洗用具的。如果你有你的盥洗用具，请你用你自己的。好，假如你没有，你这枚滤壁呢，可以更换到所有的盥洗用具，你就在这里拿。民宿的风格有种特别的韵味。无论是摆放的脚踏车，还是墙上的摆饰，每个元素都跟农村相关。我是在网络上面看到的资讯，这间评价是蛮高的，然后就看了一些照片，觉得这边还不错，就是风景很好啊，一看出去就是田啊。又回来就是除了风景漂亮，而且我觉得这里是一个很棒的地方，不管是舒压或者是放松，都是一个非常好的。回住率大概有3层左右，3层4层。其实在这民宿界已经很高了，
通常一般的客人是住了这里，然后他下次想换别的地方，或者是他来台东一次，他可能要到5年6年以后再回来一次，所以我们家的回住率算高。坐在阳台可以直接看到外面稻田的景色，整栋民宿朝向回到农村生活的设计方式，让人住在里头就有生活在池上的感觉。缓慢，我觉得缓慢是我想要给这个带给客人的感觉，轻松自由放空，然后这是你的家，是我分享给你的一个空间。这边要不能超过啊，这边也不能超过啊，这边是要处理掉。那你什么时候要裁？下个礼拜吧。2003年，郝素清跟着先生魏文轩回到池上，成为客家庄的返乡第一代。回家总得先有房子住吧。魏文轩和郝素清利用自己的室内设计长才，把爷爷奶奶的老仓库换新样，打造池上的家。最早这个空间是爷爷奶奶留下的，我是要带着7家带件回来也自己要住的。那时候我也没有什么念头说要做起来做民宿的，因为我住的是第3间，我自己出生地是在那边，所以我还是习惯回去那边住。所以朋友就说，不然你就提供做民宿。魏文轩会回乡，原本并不是要开民宿，他的梦想是种田，但务农在乡野间的悠闲日子，可不是郝素清原来想象的幸福生活。就当他只是讲讲而已，因为我不认为他没有给我当真，就不能当真啊，就是当真，他冲击现实生活太大，而且他是冲击到我的人生理想。我最喜欢的乐趣是做室内设计。我不能够忍受他不用心在这件事情上，因为那时候我们已经一起创业了，我不能忍受。回来的空间，回来的时光，看来是很漫长。回来看到就是一片的荒野。不过回来的改造自己的房子，改造别人的老房子，改造别人的空间，也是回归到他的本业。我们也没有断掉过。要圆梦，魏文轩的第一步就是把家族流传下来的荒田再复耕起来。魏文轩家的田是抽水田，水源除了靠老天爷赏雨，再来就是靠旁边的小水井。田荒废了20年，土也肥沃了，当然也没有农药问题。那土地有机的环境都是那么 OK。你干嘛去跟惯性的？到头来还在撒这个一些的药物，这样不是很颠倒吗？本末倒置。种田走的是不同于老一辈的有机路线，要怎么辟田呢？这个问题让在地人充满怀疑。这个从西部大都市回来的傻小子，到底能撑多久？你为什么要回来？你回来跟做的方式又跟他们不一样，他们会一直观察你，到了有一个程度的时候，他就会相信你是认真的哦。魏文轩的田含承租的不到10甲，自然产量也不多。为了要养家活口，他不想再受米厂从中抽取利润，干脆发挥设计的才能，直接面对消费者，推自家品牌。你要花费很多的可能行销啦、包装这些，最重要是你要怎么定位你自己的通路。这个凝聚在地的一个共识我是觉得最难，这也是当前那时候遇到一些的困难这样子。大家好，辛苦的啊！今日做事真忝啦哦。不会啦，忝得嘞，过来伊。添料饮料要来呀。等做事做好呀，包米包好啊，要啉啊，将来啉。OK。
这个小包装厂是魏文轩这1、2年才盖好的，包装与压灌机共享使用。好兄弟们商量好要推出共同品牌，一起行销。回乡的年轻人叫游翔，他回来3年了，也是稻做的，这个是他的品牌他过来就是我们阿东生的东哥，他是我的同学啦，3年，他也是3年还有我们的嘉恩，我们的嘉恩的他也是回乡也大概4、5年了吧，超过大概6年了，大概6年所以我们年纪都大致上都是6年级的啦回乡的时候，我们就想说，找大家聚一聚，大家都是务农的，我们就想要推我们的这个共同品牌现在等下会装成，这个礼盒就会有我们每人1人1罐。因为我们这里偶尔都会到外面去做展售，对，那你展售的时候，客人他们拿到的时候，他们就不是拿到1个人的东西，他们会说，我拿到池上有4个人的产品，对他们来说这是一个丰富性嘛，然后对我们来说，你的1个故事，跟4个故事，当然会4个故事会比较精彩，所以我们会想说用这样共同的品牌，然后来去行销我们4个人。那共同的大概包几个啊？共同的要3组6组。我们趁着这个机会，就大家有共识也很好沟通，毕竟大家都年轻人。我们在去年我们就成立一个半田公司，他们也都是我们半田公司的很好的成员，这样子共同来发展。庄稼熟了，我们回来了。返乡青农怀抱着更远大的梦想，他们要用客家的团结互助的精神，带着池上米进军世界。行转来走，为那位底排西，娘班位的水田东昂有乐谱，有神灵大鼓，还有人人们跳舞。古老嘅舞位风吹过，落雨大天，后生年难得唔衰木，张块木，粒粒米骨跌天内。弹出满地泥沙，本身都长熟嘅状头，好好嘅石凳、水凳、板凳、热头时，一切切都头大大。池上嘅太米唔是排泄，上来后再等人来停观塘。同样在197县道上，离民宿不远处有一家专卖咖啡和爆米香的小店。西式的咖啡香弥漫老屋子，店内农村朴实的木艺造景，冲突中带着协调感。这是魏文轩老房改建设计的作品，也是林孟德带着妻小一起回娘家创业定居最安稳的地方。原本我们所会的、所拥有的，在刚好可以在这边把它呈现出来，而且很符合我们的调性，所以就一拍即合。好久不见，大家跟大家聊一聊，好啊，不然我们就泡几杯咖啡，坐下来聊就好。好，还可以吧？就姐姐下来帮忙。就我跟姐姐，还有小帮手 ，OK， 还 OK， 对。有时候会有打工换宿的，之后可能会来这边住。对，欢迎。半田公社的成员不只有青农，在地店家也是魏文轩积极串联的成员。他们会不定期聚会，聊聊彼此的状况。我这边宅配的话，我还没有常做到宅配。他们就是喜欢想要带个伴手礼回去，然后又是在地特色的。对，那他们会很喜欢这个把米做成把米加工做爆米汤的这样的东西。开店也满3年了3年半。3年半了，你看他心路程下来，应该也是3年才
稳这个基础。对，我觉得第3年比较才稳定。这几年池上的观光产业蓬勃发展，也吸引不少年轻人回乡或是移居。因为这样，魏文轩规划了更远大的梦想。他积极协助返乡人能够成功定居，只是飘鸟来来去去，很多人很难撑得过经济生活这一关。所以年轻人他就来到饭田公社，我们里面有6个空间。虽然没有很大，但是足够给他们去生活基本的条件，空间住是没有问题。这样子，所以半田公司是一半的旅人，一半的在地人，从这空间情感当中、交谈当中产生出来的情感，甚至产生出来的不一样的想法、创意，就是从这个空间慢慢的升华出来。为了让回流年轻人跟在地人有所接触，魏文轩组成了一群黑色骑士，用老单车作为媒介开始创业。我收集很多的老铁马，我就大概第3批、第4批回来的年轻人，我就觉得说，一定要想办法让他们能够跟在地人连接这个情感，就从池上街上开始骑到波朗大道，再骑到那个大坡池。再回街上。姐，我新做的杯狗。哦，你看看，很漂亮呢哈。对啊，看起来不错啊。当然就给他们吃。我先吃吃看，哦，很 Q 哎。郝朝阳是郝素清的表弟，因为被姐姐 PO 在脸书上的民宿所吸引，2013年他主动要求回池上，在民宿旁卖起了单车咖啡。那时候你没有任何资源啊，我就只有一台单车跟1个人。那之后我姐就只提供她的前面一个小庭院让我卖咖啡，他又不给你收租金，所以我觉得这帮助很大。我们不论有没有人潮，但是我觉得这个过程当中，就是他帮你的价值不在于你有赚到多少钱，而是你会觉得在这里是一个真的比较像人跟人之间的那种互动。像这个旺季有时候一天要做200-300颗，这口味是地瓜的。民宿前买咖啡还不够，郝朝阳想到姐夫家有种米，于是用米做实验，做出了一颗颗的米杯狗，深受游客欢迎。刚开始它很困难啊，因为比例调错的话，它就会整个像年糕一样，它不太可能会变成这样一团，它会像这样，就是直接你把面团用，它就是像那个年糕用留在整个桌面上，那这个时候这个就不能用。为了要做好吃的米杯狗，郝朝阳日夜练习，希望有一天自己能开间小店，而这个愿望在他回乡第6年才达成。他是许家珍，台南人，因为到池上住民宿，进而认识了郝朝阳，2个人相识相恋，最后决定携手在池上过生活。刚开始蛮辛苦的，就是开店啊，然后就是有市集，我们也会去跑市集，一方面也是增加自己的曝光度啊，然后让大家知道我们是谁，然后我们在做什么事情这样。撑过那一段时间，一直到现在，其实就还蛮 OK 的。我姐夫那时候刚回来的时候，他就带我去田里面看。我姐夫他就会跟我说，田在什么时间点该做什么事情，它都是已经被那24节气排好的，所以你要相信着，虽然你现在还没有拥有，可是你要相信着未来有一天你都会拥有，就像他们会抱着那个稻谷收获一样，因为他们一直会相信着这样。相信自己在池上的未来的，还有这一位8年级的小女生小安。她从新北市搬到池上快4年，对池上生活有着憧憬。那我一开始搬过来的时候，最早接触的是魏大哥跟素锦姐，那我就发现说，
客家人其实是给我的感觉是很热情，然后很团结，很愿意帮忙的这样子，是很有向心力的。当他们知道我确定要搬来池上的时候，他们是给予我很多的帮助的啊。那让我觉得说，在池上生活，我不是自己一个人去学习怎么克服生活可能会面临的困难，而是大家一起是可以互相去讨论跟一起去面对的。谢永安算是池上移居人潮中最年轻的一批，因为喜欢这里的人情味，他辞去工作，千里迢迢来到池上，开了人生第一间店，做派、泡咖啡，生活很惬意。其实我本来就很喜欢做一些吃的，然后派也是其中一个我喜欢做的一个点心。那其实是会做派，是因为我来到池上的时候，就觉得这个农村其实有很多的资源啊，这边是以农为主，然后有稻米啊、蔬菜啊、水果，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说，做派就很像一个碗。就很想要把就是我在这里生活的、看到的或吃到的农村的蔬菜水果，就放进这个派。我们内四村是池上最早外居的居民来到这边开垦的，是最老的啊！你看很多空间都很有故事价值的，所以。你住入到这边来，才是跟环境、跟老的空间，才会有互补互成。就像年轻人回乡，他如果住入到这边来，他想要用他的专长、他的支援这个老街的话，你要有经济体系、经济一个串联性的规模，让他支持他生活在这边啊。池上是一个很玄的地方，因为土地很黏，孕育了最美的道景，而人也很黏，有着浓厚的人情味，使得人来到这里会流连忘返，还可以抒压解忧。除了我讲话，大家都不讲话。我如果走慢就走慢，我如果走快就走快。你只能用眼睛观察我。如果我摘了什么东西，你要去找跟我一样的东西。以过来人的经验，知道回乡是一件让生活可以享受的事。郝素清带着来民宿的游客一起体验什么是池上的生活，也让他们借此可以解除在都市生活的压力。我们都一直在都市里头。在这样的社会里面，把自己保护得非常好，但是那个保护或许也是一种防卫。那当我可以放下那个戒心去这样亲近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是一个很连结的、很深入的一个感受。然后我不用再害怕什么，不用担心什么。因为我就是拿着站着，它这个飘在打在我脸上的时候，真的好想哭哦。那个触动啊！我试着闭上眼睛，那个风吹过去，有回家的感觉。我回来了，这个土地我回来了。一场缓慢，没有人声，只剩自然、风、植物、鸟叫传来的声音，静静的洗涤城市的喧嚣，把人拉回心和大自然结合。这一堂田园疗愈课是郝素清最近推出的农村体验。土地里头有一个东西叫做快乐菌，这是研究出来的。那让人进入泥土、进入土地，的确会让人产生一种平静安稳的感受。那我今天就去开发这样的一个课程。那我也希望进来池上的人可以好好的、安静的，在这样的引导的课程里面，享受稻子，享受土地。我们现在
可以把这个禁语的时间就停在这里，然后要请你们可以分享。可能是紧张吧，然后还有害怕，然后还有就是其实也蛮开心这个体验。他可以碰触什么样的火花，是跟他的人生经验有关系。所以在这样的引导的过程里头，我觉得那个过程是我喜欢的。然后他们每次碰触给我的感觉啊，我自己都非常 shock， 就是啊，原来是这样哦，因为我没有经过他人生的那一段路。从单纯的梦想回乡当一个农夫，再到家乡串联一群爱土地的傻人，池上人就像土一样粘得紧紧的，发展出家乡独有的土地互助经济，这让长期观察池上客家文化的赖永松有新的期许。我希望说他们能够继承池上的精神，因为20-30年前大家都是一起努力，一起打拼，为这的环境、产业、土地、居民都努力。那当然，我看到文谦他们或者是魏瑞婷他们很努力，他非常的有头脑，然后也很积极的在争取。那我希望说，他的努力跟他的成果也能够分享给其他的农民，我相信那个价值更高。幸福里头没有孤单，幸福里头没有害怕，然后幸福里头有对当下的满足，然后对过去的痛苦的理解，你有办法化解它，你心里可以坦荡荡，你才可以当下感受到那个幸福。庄稼熟了，回家吧。原来幸福离我们好近好近。